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9月初3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65节到72节，以赛亚书57章14节到21节，路加福音14章15节到24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亲近主。上帝的救恩甲平安是有定要互赏赐互这个世间人，是要互所有的人，无毋对。但是就亲像牧师常常爱提醒的，救恩虽然是白白得来的恩典，但是犹原还佫有条件。牧师常常引用的这个圣经。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7节，经文是安尼讲啦吼，上帝这么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互因，叫一切信伊的人无会跌到灭亡，反倒得到永生。赏赐互世间人是上帝定义要安尼做，但是叫一切相信伊的人，就明白甲咱讲。咱要得到救恩有先决的条件，就是爱来相信伊啊，咱讲亲近伊啦吼。就好那先知伫以赛亚书57章14节到21节嘛，安尼甲咱讲，上帝要起做一条大条路，并且刷去所有的这个阻碍。圣经讲讲这个先决条件，就是讲。必须爱愿意回转，然后爱愿意行伫迄条路的顶面。圣经讲，上主讲着建造，为着要倒转来的主面开一条大路，闪开路里所有的阻碍。至关无上、永远存在、称作神圣的上帝，迄位安尼讲，我住伫至关的神的所在，嘛甲心。痛悔谦卑的人做伙住，我要互谦卑的人的心灵醒起来，互心痛悔的人心神活起来。我袂继续控告因，嘛袂永远对因受气。我互人的心灵衰烂，嘛会当互人有活命。因为因贪婪的罪对我有对因受气，所以我处罚因，气杀因。毋过因继续背逆，行家己的路。我有看到因所行，犹豫会甲因医治。我会引带因，帮助因，互伤心的人得到安慰，互忧伤的人欢喜唱歌来娱乐。我要赐平安欢迎互远甲近的人。我阁要医治我的子民。上主阁讲。毋过邪恶的人，亲像海涌翻来翻去，拢袂平静。海水一直冲出来，垃圾的土埋。邪恶的人无平安，上主安尼宣告。最后，上帝话讲，罪恶的人袂会有平安呐。这就是得救恩领受平安的条件，爱亲近主嘛吼。耶稣基督捌用大宴席的譬喻来提到遐一寡掠做家己是上后的啦，假做真无用啦，这个人，伊讲这个人是不配得到救恩的人啦，吼。反倒等是啥物人？伫街路咧讨食的人啦，欠亏的啦。歹开啦、失明的啦，这等这个人，因为因欠亏，所以马上就回应救恩，因就通进入伫迄个上帝救恩的宴席的中间，甲上帝、甲基督同坐着。路加福音14章15节到24节，讲到有一个人听到这个话，就甲耶稣讲，会当伫上帝国啉这个人真有福气。耶稣甲伊讲，有一个人办大宴席，请真侪人客。开道的时，伊找仆人去甲受请的人客讲，请恁来，逐项拢准备好势啊。毋过因一个一个提示，头一个甲伊讲，我有买一块地啦，我着爱去看卖咧，请你谅解。
另外一个讲我买5对牛啦，着去试用看卖咧，请你谅解。佮有一个讲我拄娶某，所以袂当去。迄个仆人转来甲主人报告这个代志，迄家的主人就生气，甲仆人讲，赶紧出去城内街路巷尾，带遐个散车人行动不便的、失明的、歹脚的来。迄个仆人讲，主人，你所吩咐的，我拢有做啊，毋过还有空位。主人就甲仆人讲，出去大路，伫篱笆边强迫人入来，通互我的厝坐满。我甲你讲，大声请遐个人，无一个会当来食我的宴席。因为主耶稣基督伫山上宝训嘛，安尼甲咱讲嘛这个枵行无义的人有福气。原咱拢有即种枵佮行无的心志来蒙恩、来得救、来领受主的平安。诗篇119篇65节到72节，上主啊，你有照你的应允，好款待你的仆人。求你教示我，互我有知识甲正确的判断。因为我信靠你的诫命，我前有行袂路，受你的警戒导我，遵守你的话。你是良善，你所做的拢是好。求你教我捌你的规律。骄傲的人会用白贼话来攻击我，毋过我要专心遵守你的律例。因的心亲像雨油包麻痹，毋过我喜爱你的律法。我受管教，对我有利益，互我通学习你的规律。你所讲的律法对我有利益，赢过千万的金银。感谢上主丰盛的恩典，将耶稣基督的救恩赏赐互阮。求主帮助阮会当真诚心确无来亲近，来领受救恩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